开始了。还是啊，还是啊，我抄头前。真的会进。好来哦，上困的我等会甲你迄个直播。直接录进。开不到啊。来，我电话刚过一班啊，我教过他们班了，好，开场的时候简单的打招呼，声音会录进去的哦，要叫洪亮哦。好，我带人讲各位同学大家好。现在真的会剪掉。啊，你个讲啥？3、2个好。老师好。对，好。下面咱演练一遍好。对不对？你这会剪掉吗？啊，来，不是，这前面我会剪掉啦。都是你的页。啊，老师，你不能把我页剪掉啊！我刚刚比了个页。不然后面再补镜头。都无聊。我到后面帮你再加补。你刚才录完整个脸贴上去算了。我建议你这个小老师慢慢起开始哦，还跟小老师起无好，无开始，拢规节课上了吼，讲来无落，叫那个小老师吓得脸色发青，那有还要我再补课一次哦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2班都会。可以帮他按暂停吗？所以像上个礼拜你们班我那没带来没录到，但是至少会有1班有不会一个单元2班都会。我如果2班都会录成功，我2班都会上。所以顶礼拜班级已经有上传了，只是那个哪一班忘记了，我的另外一班。好啦，咱演练一下，若 OK 了，就讲开始；若 NG 就停开。好，来，各位同学来了。老师好。讲好吗？今仔日咱第2摆的地球科学，来，咱今仔看啥？来看啥？来啊！今天的单元是什么？52。是我刚朋友骂的，然后又不会剪掉。还有什么？暴露。来 ，Contingent。接下来有啥无讲？都是 Chocolate 的 Marrow。都是九桃。这2个分别在原始和矿物什么差别？原理。有原。一定哦，地球科学分4个部分。这4个部分，第一就是咱另外讲海洋。因为我们往地球安尼表面去看，有7成的海水，海洋对咱足重要。另外就是咱刚才讲的，咱讲这个地质学，下面就这2种，来就卫星环看，卫星环看看就啥？天花。你的眼睛要放远一点，看出夜看的啥？宇宙。天空。没一下看遐远，宇宙是等的。天空。你爱先看出啥？天空。天空。所以就研究什么？空气。大气。空气是大气的一部分，气象也是大气的一部分。出去就是天文学的范围。所以，我依在上地球科学的时候，我一学年有4个地球科学系的老师来上。第一个就是教咱地质学，就是教石头的啦，简单来讲啦。我感觉足奇怪，伊教石头我来感觉伊生做啊那石头。唔是啊，迄生做石头，咱袂当批评来怎样，咱个性做成石头。想到要知？你第一刚来上的时候，他就西装笔挺你要穿这样热死就算了，你知道我们大学生，我拢大缩小，来上课拢以上，短裤啦，个汗衫啦，个有穿衬拖的，来，伊看到我咱伊就甲我骂
公安那衣衫不整呢，比方说好，你们下次再这样子，你们都不要来上课了。后来我们很听话，真的都没去上课。还刚很听话哈，开玩笑的哈。好来，我的同学还蛮讲，认真我讲说，那个石头老师已经走了，怎么才半学期而已？因为地质尬料，地质尬料的话，那个尬海洋呢，到下学期就是大气。天文，好，我那时候蛮喜欢天文，那后来那个大天文那些告诉尬料都合理，所以我们对天文学还没有兴趣，所以我们的地球科学，，Hello， 另外一个题，对啦，所以。天文学是蛮有趣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国中的地球科学咱占上大的部分呢，就是咱的地质学，因为毕竟咱是徛伫这个土地顶，所以地质这种物件，含咱的生活解码，咱的才特别解决，所以咱为这 rock 开始石头。石头叫 handle 摇滚乐，就是石头跟滚动。这两个怎无？你看第一句就知啊。141页，伊第一句讲啥？组成岩石的物质，矿物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敏感。所以讲，岩石。是由矿物组成，岩石是由一种或是多种的矿物所组成，所以这个矿物的成分较单纯，较单纯，它敢一定是纯物质，矿物敢有一定是纯物质，不一定不可能是纯物质，但是有可能内底掺点杂质。你看像迄个，咱的宝石是矿物的，像讲蓝宝石、黄宝石、绿宝石，迄种矿物，但是安怎有无共性？就是伊的矿物内底掺一寡，迄个尤其是过渡金属，过渡金属啥有？色素。过渡金属就是咱周期表有一段腰身，重金属，用迄段较散的腰身。迄段腰身内底大部分拢是金属，迄个金属，那个讲过渡元素，所以迄个算讲米族的啦。迄种金属的离子大部分拢有色，都有颜色。你若 A 族的迄种金属离子，大部分拢是无色，所以你若掺迄个像讲锰啊、铜啊。依照咱有绿钼、第四件铜离子，铜离子是蓝色的，你若掺铜离子，你那个钼就会变绿色，所以宝石就是掺了那些，所以不一定是纯物质，不一定纯物质，毛不一定纯物质啊，比如讲选石，选石上它钻石，选石有钻石这两条有选石咱来看，一个矿物给你要让它分出来。分析矿物是足大的学问，咱遮无时间甲你详细讲。咱来讲三来看伊啥物色，先看伊啥物色。另外，咱会看一个物件啦，咱举一个印度，什么叫印度？对吧？讲几个国家，印度安怎？你看印度的台语安怎讲？印度对无？但是你若照这字来讲，这个印的台语应该讲做硬。咱
咱小港介字吼，咱讲硬，咱台语讲硬意思，不是硬的意思，不是硬的意思，是很艰困的意思。所以在哪边翻译吼，你爱讲这挺路哈合适，啊连平这呀，平介字都比出来，就来对。啊，上面一个印度。啊，你讲做简单啊，就坚硬的程度啊，顾名思义啊。啊，咱是二轨钻石的硬度是，钻石是，我若讲钻石是硬度最大的物质，这句话讲对。对吧？比这句话讲对。你若唔知，你先讲唔对，是安怎？因为你若找到一项比它硬度较悬的，它就完了。这个失败的几率、错误的几率很大。选择是硬度程度上大的，这句话唔对。但是你若讲钻石是天然物质里面硬度最大，安尼就对了。安尼啥意思哦？咱人造的物件会当做出比钻石较硬的，但是你做出来这种物件，伫咧自然界不会产生，无这个物件。钻石硬度是10哦 ，diamond 硬度3。喂，钻石硬度是10，啊，你若讲伊程度上大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今仔三个钢盔啊，选少衫来，啊，你甲合袂？是钢盔会破伊啊，选少会破伊？再会破。你听吗？对啊。你用想的哦，你莫真正做落哦。你莫真正甲迄爸爸妈妈结婚戒指、钻戒、衫啊，讲老师讲要做实验，啊甲合袂哦。还个爸爸还揣老师讲，你是安怎学袂教你囝，还讲囝甲阮结婚戒指讲破去。你想嘛知，迄人互啊选少讲落，当然嘛选少破去。你还要做这实验之前，你先选少我甲你讲好。啊，你讲啊钻石的硬度，我查过啊，钻石硬度与10啊，铁的硬度不过才那个6、7而已啊。啊是安怎讲落？大力什么？啊是安怎？应该是人头迄个铁块环，安尼想就破。加速度。这表示啥？标题列钻石是坚硬的程，硬度是坚硬的程度，这句话是个有问题的。你这哈，你不要从表面去看这个字的意思。硬度的意思是表面抗磨损的程度，表面抗磨的程度。所以你每当讲，你要用啥？你要用磨过，所以是安怎讲？咱挂玻璃，铁的硬度比玻璃还小哦。所以你拿铁质的那美工大小到被挂玻璃，你安怎硬挂？玻璃出一瞬，但你的刀尖换规个威力被磨掉，也就是硬度大的跟硬度小的，安尼对磨过。硬度较大的会去磨较少，硬度细会磨去较侪。好，这个安尼，所以咱挂玻璃爱用啥物？钻石刀。我大概看怎样的钻石刀哦，好想拥有一把哦。而且我看了今天钻石刀哦，我大失所望。这那是木柄，搁安尼有那啥，头前搁提拢生生的钻石伫对，有啦。你衫足近看吼。看你一倒来上头去，佮要挂玻璃啊，有一粒足细粒的3磅大镜看的钻石啦。我讲钻石刀，迄规支拢安尼亮晶晶的吼，无啦。啊，它只有前面甲玻璃接触的所在爱挂尔，所以刮玻璃要用钻石刀。啊，这硬度给判断，矿物咱有一个模式硬度表，把它1分到10。啊，这你知影就好。唔免去背迄个物件。好，啊，咱这叫物理性质 physical， 啊，还有一个 chemistry
化学性质，受化学性质哈，那你学过物理变化、化学变化，学习者，理化物理变化、化学变化，差别是对，做简单啦，性质会引起化学反应的，对化学变化，不会引起化学反应的，叫物理变化。你看伊什么色，啊你讲看伊的大呗，这是什么变化？这物理变化，啊所以这个是伊的物理性质，什么导电度啦、溶解度啦，这种物理性质，啊上面会引起化学变化。你甲滴物件，滴一寡酸，啊滴强酸，啊伊会起泡泡的，安尼有化学反应？有，所以这叫化学性质。所以有的物件，恁2年级理化有教，大理石甲滴盐酸会安怎？起泡泡，嘿，迄个泡泡是啥？碳酸钙，应该是吧？你讲唔对啊？这个大理石内底有碳酸钙，所以会起二氧化碳的泡泡，会起二氧化碳的泡泡。它这个产生化学反应啊，这就叫它的什么？化学性质，好，化学性质。所以这矿物，咱小可理解吼，咱较出名的矿物，就是咱最常见的一种岩石，没有，叫做花岗岩。伊有三种都出名、都常见的矿物，第一种长石，可以讲。长石是地表最常见的矿物，但是它在地表常风化成粘土矿物。上面一个粘土矿物，你有做过一个陶瓷捏陶无？水糊糊啊，一个转盘底下，然后捏起来，人家捏起来是变一个容器，你捏起来是变一个艺术品，因为你卡下去了。好，莺歌陶瓷街就有这种东西。长石风化成粘土矿物，它虽然是地球表面最多的一种矿物。来，第一种石英，第二种石英。石英那有几个款的，你有看过石英钟、石英表的？那手表，你的手表，我靠，也就是叫石英表，你的闹钟，叫石英钟，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因为石英这种矿物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性质，你伫个两边加电压，也产生规律的震荡。有规律的震荡可以让安怎？可以让沙来计时。所以是安怎石英表？阮细汉时阵那边有石英表阮细汉时阵迄手表拢叫自动表，一种是转发条，你也袂去转表就去。一种唔免转，但是你爱挂的，你也甲黑过差不多1天多一个停。是安怎伊唔免转发条？行路啊，伊手的迄个。无伊发条伊内底，伊有一种自动上面的机械装备，就是你啊挂的你手一定会叮当，手一定会叮当，伊内底装备就把它自动上发条。所以你也无挂，伊能量了发条松了，所以你就阮叫自动表。阮以前拿这种表后来有石英表，石英表应该要到电池，无到电池，无叫石英表，因为它一定要加电压。现在还有自动表但现在自动表拢足贵的，因为伊之前做到足高科技的，因为低科技的自动表咱贵，炸石英表好啦。所以今天瑞士上生产那个高科技的那个自动表，拢足贵的。这个是石英，来第三种云母，云母它分成黑云母、白云母，伊是属于片状的，伊是片状的。hello。听着你啊，
下转下，你真的做第一个还会转下那个转下真的拍到我了，没有，我吓死人了。有吧？我感觉来啊！云母是一种片状的绝缘，它可以用在那个比如说单烤面包机我都缠一些那个，就是两片放下去，它弄好会自己生产那种烤面包机。也，你们用过黑哦？那说是黑为依照设定哦，面包烤好，它不是慢慢上来哦，它是飞上来，它是弹上，所以你要看时间快到，你要听它弹，弹上来之后赶快接住，一边吃面包也可以训练关节。什么意思啊？一边运动，然后来黑慢慢升上来，黑来对哈，也许聂洛斯，聂洛斯去缠在一个绝缘片上，好，这个是咱的矿物，好，咱这个重点其实是岩石吼，咱来看，在底下几张可以空的了，好，来给咱看光瓦水。来，三大类基本岩石。好，三大类基本岩石。咱狭路分这三类，你要把一堆物件分类，你一定有你的原因。啊，不止一种方式。你想说我要把人分类，我可以按照年龄分成什么？儿童啊，少年人什么，我也根据性别分成男人、女人，或者分，你有一个分类的依据。咱甲分这三类，根据什么？根据什么？形成方式。Hello。就跟你说的镜头，最多还放下就。你做起来就没有事。拍不到我吗？是。拍得到。咱分这三类是安怎分？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什么来分？年纪。来，第二个。组成原因、形成原因，伊安怎形成呢？条，我是根据形成原因来把它分这三类。对，怎么回事啊？沉积岩，第二类。火成岩，第三类变质岩。来，我先讲这三种的形成岩有啥无同？第一种是岩石刮下来的碎屑，岩石刮下来的碎屑。被冲下去之后，又被挤压凝固，这种过程它叫胶结固化，再形成的岩石，这种叫沉积岩。火成岩，看伊名就知，这个火是啥物？岩浆啊，这个火是岩浆的意思，岩浆凝固形成的，这叫火成岩。第三种变质岩，可是它有一个前身的岩石，可能是这种，可能是这种，敢会是这种？有可能伊本身变质岩，伊想来变质，伊埋在地下，温度压力足悬，导致来对矿物成分产生变化，变质。所以一定有一个前身的岩石，这种，拢会让个变质岩，安尼知道无？所以这个是它的形成原因，咱把它分成这三类。好，
你认为对这种岩石上顶？是从岩石岩。啊，你认为你认为哪一种岩石最脆弱？康介石，火成岩吧，火成岩。最脆弱应该沉积岩呐、为什么？它碎屑再把它压起来的嘛，对不？所以它很容易再怎么样？再散开嘛。这种火成岩通常最接近，像火成岩里面最常见的花岗岩，咱俩用来做那个建材石材的花岗岩，算上顶的。所以它出名的建材变质岩就是大理岩。伊本身是头前的石灰岩变的，但是大理岩就无迄个较顶啊，就无火成岩较顶啊。好，咱来介绍一下吼，几种较有名的沉积岩。第一种就是生物遗骸形成的石灰岩。石灰岩对看着，你敢有看过钟乳石洞？有啊，也低了最无哦。迄顶悬滴落来，啊变一支迄钟乳石，啊滴下骹合出来叫啥？石笋。啊，若顶悬甲下骹接起来，就变石柱。钟乳石做水就有碳酸钙的结晶，啊伊拢伫地下。啊，你地下要看哦，你喺地下岩洞你要看，你另爱内底装电，或者无你爱插手电筒落。啊，你的手电筒借了结晶，迄反光看起来做水。好，那个就是咱地下岩洞，做侪钟乳石岩洞都成为很著名的景点。好，我们垦丁那也有，啊，日本一些地方也有。这石灰岩。另外，咱根据颗粒大小，咱会当它分成砾岩。上大粒的组成的颗粒啊，原始的颗粒大小，砾岩，这上大的，再砂岩，上细粒的页岩，由大而小。这若讲石头，你拢记袂起来，我拢用一个形容词。这砾岩就拿像恁的饮料内底迄个真奶啊，内底有一粒的珍珠啊粉圆无？哦，迄个砾岩啊。啊，砂岩就像啥？绿豆沙牛奶啦，啊，你有感觉迄种绿豆沙的颗粒无？有啊。啊，页岩就像啥？红茶、绿茶，红茶、绿茶敢有颗粒？有啊，有颗粒啊，无颗粒哪会有色？伊若加水哪会有色？啊，但伊的颗粒你感觉会出来？你感觉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页岩，你只是表面摸下去，你觉得很平滑，其实是它的颗粒太小，你感觉不出来。这种是沉积岩啊，但是刚刚沉积岩会发现化石，因为动物死一死，它已经被跌下去埋起来，啊，等那个石头变成沉积岩。它就被封在里面了。那你说，讲到美火成岩，鸟岩浆扛起来耶，它什么都不会留下来。它如果被岩浆盖过去，那它什么都不会留下来。所以火成岩里面不会有化石。咱来看火成岩哦，火成岩内底有三种较出名的。第一种。岩浆滚出来，比地球表面有可能拄到啥？海水。你若地球表面有70%的海水，对不？所以它有没有可能遇到水？有，遇到水的几率也很大。岩浆喷出来呢，拄到水，一个变形第一种玄武岩。所以玄武岩是海底火山，嘛是海洋地壳的主要成分。啊，它也有可能在陆地，伊伫陆地喷出来，变成陆地的火山拄着空气，对不？啊，若拄着空气，它就变成什么？
安山岩，啊，伊若无困出来，敢有可能有啊凝固，不但有，而且伊是地球顶悬上济，叫做啥？花岗岩。咱会讲无这个三字头，所以这三种是地表最常见的火成岩。啊，伊的外观看起来颜色由深而浅，结晶颗粒由小而大。讲到花岗岩结晶颗粒也大量，因为咱要产生矿物结晶要花时间，你冷却的速度愈慢，伊的结晶颗粒就愈大量。花岗岩它算是一种深层岩，在地表深处慢慢冷却形成的，所以你伫花岗岩看到这三种长子石英云母的颗粒拢足大量，所以花岗岩足水。前5岩无规片石头乌噜噜，买当用啦，你会当去做墓碑，因为墓碑安尼乌乌拄啊好，啊唔免啥物彩色。伊嘛足甜，但是伊颜色很深，它没有矿物颗粒结晶，看不到，整片就是这样，黑麻麻的。所以这个是结晶颗粒对冷却时间就是对结晶颗粒的影响。后来咱发现第三种变质岩，咱变质岩敢讲几种较出名的啦一种咱甲拄仔讲啦。就是这个石灰岩变质成什么？大理岩。咱花东遐产出很多，做会石材。你看土骹，这一块，这个大理石，你本要用扬声利用伊会侵蚀掉。我当初是咧去咱去这栋的时阵后来我做总务主任的时候，咱要去三期校舍，你1年啊时阵去过有看三期校舍，你会去咱三期校舍的涂骹，敢有遮大地石头，拢细了袂着。嘿，因为迄阵甲建筑师讲，我要甲1、2期共款，咱三期起的时阵已经隔1期咱1期是民国84年开始起，85年咱创校，然后超过10张了后，咱才起迄个3期校舍。咱要起3期校舍，然后跟建筑师说我们要校舍一体，我也要这么大块的。建筑师说无法度啊，你去找无遮大地啊，所以就变较细地。你去的地板要起校舍，无可能用这种大理石啊。这么大片的大理石，所以这很出名的建材。来，还有咱沉积岩，沉积岩、页岩、变质层、板岩或片岩。这三个原住民的石板屋有听过无？无听过，住过石板屋嘛，有食过石板烤肉，对无？迄个咱中央山脉的做做变质岩，想到咱中央山脉是在地下经过长期高温挤压形成的，但是迄个欧亚板块被跟板块的挤压，所以咱中央山脉做做变质岩，你看大理岩板岩，所以咱原住民在起厝就地取材的时阵，拢杀这个板岩来起石板屋，起石板屋无简单呢，这个以前原住民在起石板屋的时阵这个咱出来建筑法不会混，你要起石板屋，你有建造无？你建造的建筑师，你会找建筑师讲我袂晓起石板屋，因为啥物建筑系的拢无学石板屋。会起石板屋的拢无建筑师的执照，
所以咱小老公原住民特区，它的法律规定哦，你袂当甲平地相共，啊无你会出现这种问题。然后原住民打猎为生，所以他们都有猎枪。啊，你属民你可以随便放枪嘛？可是你可以因此把原住民的枪都收走嘛？啊，他们就完蛋打猎，那我吃饭的东西嘞，被安怎？所以那个区域那个法律规定，你有当时啊，不是放出四海皆准的啊，哦，要考虑到这个哦。所以你若有机会去甲原住民的迄个部落吼，你会当好看因咧冬暖夏凉的石板路，所以你去甲会大人在冬来袂倒去，哦，啊，佫会落雨袂流水，嘿，迄无简单呢，哦，那个都是学问呢。这些学问，你叫咱的啥建筑师执照的啥物事吼，伊唔捌呢。咱现代这个钢筋水泥的建筑，甲迄完全无共。啊，所以那个不同的部落，好，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智慧，啊，咱爱互相尊重，啊，这都是长期演化出来一种，啊，生活上的思维，它也根据我的现状，啊，我的生活形态，我的地区的差异，我必须要有这种东西。啊，但是咱有当时啊，现代化像讲，咱伫海边啊掠鱼啊，啊抓顶拍拉的，伊咧掠鱼啊，伊拍拉的时拢会甲囡仔讲，对刚刚下一代讲，你不要打猎，不要打母的，不要打小的，为什么？把它放到长大，这样可以杀，可以再。是啊，你爱互伊大汉啊，老母爱饲细啊。你老母拍死囝就死去啊，啊囝拍死伊就袂大，啊伊袂大伊就安怎？你无当掠啊，你种掠了，你的下一代就无当掠啊。啊掠鱼啊嘛是希望用王爷用大的，咱该通好啥？好大只的，卖好细只的。但是咱真拢无考虑这样呢。咱拢一网打尽呢，大细你用自网，所以借这个机会我甲大家讲，咱尽量卖食迄种布拉鱼。布拉鱼，布拉鱼知影无？你不要以为布拉鱼是一种鱼哦，有人做过布拉鱼，每一条拿起来摆起来，个个都是不同的鱼，一起所有的鱼的小宝宝。以后都会长成大鱼，可是它在吸奶水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抓来一盘，挤多少只啊？全部吃掉，对吧？啊，那是造成之后渔业枯竭。只是布拉鱼很好吃啊，有布拉鱼吗？哎，但是它会长成很多其他的。哎，我说布拉鱼盖子很多，你喝牛奶不是也可以补充？哎，不是唯一的来源呐，啊，是唯一的来源。好啦，咱今仔你讲啊遮，啊，咱后回他来讲台湾地区的迄个。老师要暂停吗？没啦，我来试。再左边一点。错。嗨，没有，我没有照到啦。好了啦，好了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。采访一下。太多了。你也会怕？你有爱？